适中。喂，麦克风有开吗？一、二、三，test。等下敬拜时间、礼拜时间特别到，咱坐地会晓做的，咱也有备预备我们的心，有备咱的心，伫主面前用祈祷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听咱祈祷的主上帝，伊一定耳康听你恳求的声，因为伊讲，找要互你找到，求要满足你。咱若有无够遐的所在，无够遐的信心，拢求主来帮助咱。耶稣听咱的祈祷，耶稣会带咱头前的路。主上帝，阮阁感谢你，带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阮有即个福分，得到你所赏赐的安息。阮真正要伫你的面前安静阮的心，求你来听阮恳求的声，求你来帮助阮信心无够的所在。
阮搁一摆来仰望你的慈悲灵面听谈，阮确实要伫你面前恳求，求你听，求你来灵面阮所做的。感谢你用你的腿、你的管，带阮伫安静的水边。阮仰望你的话语充满伫阮，互阮每一天拢毋是干那靠着食物来过生活，也靠着你的话来过生活。感谢你听阮即时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也这平安，欢喜甲你做伙来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日，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着欢喜快乐，阿门。请甲遐左边右边哈，正边对边遐坐请安，上帝平安甲你三同行，上帝平安甲你三同行，若有主通靠，咱会烦恼，咱会动荡。头前看无路的时阵，主拢讲来接近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若是安尼，咱是毋是有逐工笑眯眯，将即个课题交互你来想？相信耶稣会替你、替我摆比一切所有的。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摆比。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摆比。主捌讲囡仔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摆比。主捌讲囡仔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主捌讲囡仔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你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咱的救主的脚带路。阿门。阿妹，咱的
主的确带咱头前的路，咱实在无需要甲重担放伫咱的肩膀上吼。来，头一看无落时，主会替咱来摆比。一时咱要来学乐，一个替咱担重担的主上帝，请起立，咱做伙来学乐伊的名，让全地充满赞美。高声颂扬归于主耶稣，他是奇妙的天王，他是和平的君王，歌颂他，荣耀他，奇妙救恩。弟兄姐妹们，我们高声赞美主，高声颂扬归于主耶稣，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永恒的父神。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全心全意，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他是尊贵荣耀的君王，当歌颂赞美他。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让全地都充满了赞美，荣耀万国之王。哦哈呀，应有一哈利路亚！我们大大张口，神就要大大祝福我们。还有万海洋，哦海洋，应有一哦呀，哦呀，海洋，海洋，再一次哦海洋，应有一哦呀，哦呀，还有万海洋，哦海洋，应有一哦呀，哦呀，还有万海洋。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高声赞美主，高声颂扬归于主耶稣。他是奇妙的策士，他是和平的君王，歌颂他，荣耀他，奇妙救恩。弟兄姐妹们，我们高声赞美主，高声颂扬归于主耶稣。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永恒的父神。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他是中国荣耀的君王，当歌颂赞美他。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全心全意赞美主耶稣，让全地都充满了赞美。
王之王。哦嗨呀，应用你好呀，好呀，哎呦嗨呀，哦嗨呀，应用你好呀，好呀，哎呦嗨呀。哦嗨呀，咿哟咿吼呀，吼呀，嗨哟嗨呀。哦嗨呀，咿哟咿吼呀，吼呀，嗨哟嗨呀。我们将掌声归我们的父神，谢谢主耶稣，谢谢主。咱是上帝所拣选、所受赎的囝儿，咱就靠主来活出伊的形象。阮愿意将咱家己摆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咱，成做荣耀伊作为的器具。愿主上帝的手伫咱中间，活停也点到咱心内火热的心，完全我可相信。完全我可相信，亲像阿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话，主要为你为我来成就伊所要成就的代志。主，我感谢你听我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只有是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是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是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是平安喜乐三做伴，只有是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是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是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是平安喜乐三做伴。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头痛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相思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咱搁一摆来宣告，只有神，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一切荣耀，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稳定奇妙，只有神，咱要看见上帝祝福满满，只有神，平安喜乐三做伴。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头痛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相思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心头痛无意外，毋免惊，上帝听咱相思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有时阵袂明白苦难为何临到我，有时阵
斗阵行，毋免惊，上帝听咱声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毋免惊，上帝听咱祈求，毋免惊，上帝听咱声是困求的声，毋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毋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毋免惊，上帝甲你斗阵行，毋免惊，上帝甲我斗阵行。哈利路亚！上帝甲你甲我斗阵行，咱就毋免惊吓。咱拄着生活上拄着的困难艰难，咱知主的确伫咱的头前带路。主，阮感谢你听阮安尼祈祷。主，阮感谢你为阮安尼的排比，你，阮来就近你。感谢你赐安慰，感谢你赐安慰，互阮会当逐工笑眯眯眯来见证，阮就是你所做，你的形象的形象。阮感谢你，阮相信，阮相信，我们看见你的祝福满满。阮相信，阮要看见你稳定奇妙。阮相信你的平安。喜乐要甲阮相做伴，阮较无你的话，伫阮的生活，伫阮的顶面，互阮知你是阮的主上帝。阮知阮活地，毋是干那靠食的面，也是靠你的话来活。感谢你听阮诚实恳求的声，今仔日的讲台。求你来帮助阮，互听的、讲的拢得到造就。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这是咱三个来吟信诗，圣诗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请起立吟全首。万不被束
手弯徛底，三甲来坐读主祷文。愿你的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即是咱三甲来启用文50篇。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应允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赤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西安悲哀的人。互伊活活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这是咱圣歌队要来带领咱来献诗，今仔日的诗歌是伫即个神圣的时刻。
愿咱时常少念主所做。即是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以西结书22章23到3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人主啊，你着对即个地讲，你是袂得着清气的地，伫大受气的日也无落雨伫你遐。伊中间的先知拢激动，亲像黄口的狮掠着所抢的物，因吞食人的身份，抢人的货财宝物，互伊的中间的守寡人搁较济。伊的这诗解出我的律法，写导我的圣所，无分别性的甲粗俗的，也无互人分别无清气的甲清气的。因暗目睭无看我，才会安息日，我也伫因中间受放毒。伊的贵族亲像豺狼掠着所抢的物，杀人流血，伤害人的性命，爱得到不义的钱。伊的先知亲像用符水甲因洗白，看虚假的异象，用白漆甲因占卜，讲主耶和华安尼讲，其实耶和华无影讲。国内的百姓一味惊压制，惯练抢人，开互送乡困苦的，无情理，欺压厝外人。我踮伫中间，找看有一人通来围墙，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徛伫破芳的所在，互我无走灭伊，总是找无一个。今仔日上恩传道的题目是破口伫倒位，上愿意踮伫破口中。仁和教会，我突然想，提早出来就又骑错，然后就你知道，我们人都有习惯性哦。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其实跟习惯也有关系。我想你也有这种要去买东西或什么，就习惯性一骑啊，怎么又是上班的路，对不对？骑错边，会有这种哦。好，今天这个信息呢，叫做破口啊，听起来很恐怖哦，但其实不会哦。我们很好理解，但是很难做到。大家知道从前城墙的城池吧？大家知道从前城池是什么样子吧？一个城池呢，通常哦，敌人要来攻打你，会怎么样？他重点就是打破城墙，对不对？所以城墙就是保护整个城池，保护人的所在嘛，保护人民的地方哦。所以，如果城墙破了一个洞，你让我看那个古代的那个战争嘛，战争弄在怕上面，都是要投石机嘣，看那个城墙会不会不坚固哦，就破掉，军队就可以冲进去了。所以整座城池的防御弱点就在城墙会不会被打破。所以，我们如果要避免城墙打破，要怎么样？重点就是整个城墙的结构完整，而不是某一段特别厚、特别高，没路用嘛，对吧？整个城就一个破口，一个破洞，军队就进去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你有没有发现，咱人的身躯哦，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样。
我们人的身体重点是什么？我们去做健康检查，去照那个各种的一大堆，照了一大堆，做了一大堆检查，抽血什么什么，做完之后，我们会不会为了我有去健身房练到肌肉很大块，所以我身体就很好，或还是什么？不是，医生都看什么？你那一整排指数里头哪一个是红色的，对不？这节是红色的，哪一项指数是红色的？所以绝对不是看你肌肉量高不高，骨质密度好不好。你觉得你强壮无比，可是医生看的是那个红字，那个红字是什么？那个红字就是你身体的警讯，甚至是求救讯号。所以很可能这个红字就变成了你生病的所在，疾病的破口。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我们遇到的红字，而不是去看我有某一项指数很漂亮。所以属灵社会的破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个人生命，咱的性命，我们的生命，咱的家庭，我们的家庭，甚至整个国家的体检报告有没有红字？绝对不是我们有某一项很漂亮所以兄弟姊妹，上惊的是什么？没有人承认破口在哪里。当城墙已经裂开了，敌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在说我们出口很好，我们某一项很好啊，我们有台积电永远我们遇到问题可能就喜欢讲这句话。我们如果还在粉饰太平，假装那个坑不存在不存在这个才是绝望的所在第一世纪以西结书那时候，以色列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耶。以色列有没有宗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一神教耶和华信仰，而且以色列面临存亡的时候，他们还在敬拜，所以他们绝对不是没有宗教，他们更不是没有制度。就算现在以色列重新在中东复国，一个国家面对8个国家围起来，他照样可以生存。以色列不是没有制度，以色列有没有领袖？也有领袖。他们有没有城池？耶路撒冷城是周围城池最高的。耶路撒冷是在高海拔地方的城池，最难打的地方。问题是什么？很多所在都坏去都坏掉了。但是每一层的坏掉的问题，大家都推给其他人推给什么？推到别人身上一个推一个所以以西结他就透过神的眼光他看到一个，原来这个社会全面的失守了。传达神信息的先知怎么样？失守了。替百姓跟神沟通赞美的祭司也失守了，连治理国家的官长也失守了，最后是百姓也跟着失守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方的破口，不是突然出现的，是怎样？是常年累积，一层一层，都撒给别人彼此推诿，没有人去追究，没有人去修补，最后产生的。所以，当我们打开以西结书22章的时候，我们要厘清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背景那时是什么的时代？以西结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先知啦。22章的内容出现在主前586到588年之间，那段时间就是耶路撒冷被什么？被围起来，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压境了，然后他们面临存亡的危机。另外一边就是埃及，他的威胁所以透过灵里的意象，以西结他怎么样？以西结他严厉的发出警告：耶路撒冷，你们的人要悔改，百姓你要悔改，领袖你要悔改。你们道德沦丧，甚至信仰不坚，遇到大军压境就拜很多神。错了，你败坏了。你认为你要在埃及跟巴比伦之间左右逢源，错了，你不该这样。这座圣城被你们污染了。
所以这一章我们值得好好来读吼。你若是看较深吼，你好好想，你会很讶异吼。神透过先知以西结他的传话是什么？神你觉得通常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你觉得他写出来的，或者是神责备的是什么？啊，一定是骂什么？骂埃及呀，怎么不帮助他们？啊，骂巴比伦啊，怎么可以俘虏他们？没呢。这一章在讲什么？神责备的不是巴比伦，不是埃及，是耶路撒冷，是神的城池，是他立约的百姓。这点哦，对咱就重要，就重要，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信仰哦，不是让我们永远哦就推给外面，责怪外面的世界，是让我们什么？接受神对我们自己的光照，看到我们有哪里的不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变得更好，就需要认错，知道自己的不足。以色列当时他有很大的外部的压力，巴比伦兴起了嘛，然后国际局势开始恶化，赶快去抓旁边的埃及哦来帮忙。以前他们逃离埃及，现在跟埃及做朋友，看能不能抵抗巴比伦哦。国际局势来看，台湾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像，对不对？巴比伦帝国这样过来了，以色列是变成小国了，夹在两个之间，帝国军事力量一步一步的靠近，但是百姓歌舞升平，反正我们有跟埃及人签约了，就一定安全，我们就都不需要准备了。但是以西结书不是一份外交报告、军事报告，是一份谴责百姓的。他告诉你说，这是一份属灵诊断书，你们一层一层都败坏了。神指出什么？真正使国家败坏的，绝对不是外面的敌人，是你们从内部开始，你们就失去了公义的心，你们失去了敬畏，你们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勇气。你看外口的当然重要，你可以攻城没错，但是你们连城墙都朽坏了，对不对？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在念的时候念到城墙朽坏了，为什么？偷工减料。敌人不会因为你有敌人，你也不会变得不义，是你自己不义，对不对？帝国可以施压，但是不能替百姓制造贪婪吧？贪婪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危机可以从外面逼近，但是城墙的破口是不是你自己砌墙造成的？所以兄弟姐妹，我们台湾的警讯是不是也是一样？真实的提醒，台湾有没有自己外部的压力？我们对岸友不友善，你自己嘛知道嘛，对不？我们有没有地缘政治风险？有嘛？我们不能天真的认为说否认这个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只看到外部的威胁，你就以为外部的那是坏人哦。我们内部都很好，我们内部有团结，我们内部有好吗？你要想一下哦。我们内部有没有破口？你们想一下。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谈到台海危机，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军事威胁共机一天到晚在扰台嘛，对不对？我们就想到了国际局势被打压，外交又有压力，出访还需要经过3番2次的绕道放消息才能够出去。但是如果进一步来想，我们发现台湾的脆弱很多没有外部压力，我们的内部是什么？我们的能源高度的依赖进口，我们的电力供应又牵动了半导体，特别是 AI 产业，这也是目前股市大涨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的信任呢，更是因为政治对立撕裂，而且有没有发现政治对立越来越严重？还有一个最大的危机比较少人讲，但是最严重，少子化。少子化议题让未来可以承担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几个年轻的招待，年轻的小妹妹招待现在坐在台下，我很感动我想说哇，这个有希望，一直都有希望，
就是这个，我们需要有承担的年轻的一代。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议题不是遥远的议题，而是城墙开始有了裂缝。所以最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最近最大的一个局势是什么？就是中东那边嘛，美国、伊朗之间的战争。只要中东航道天然气的供应这个区域冲突产生国际的供应链稍有震荡，台湾是不是非常明显受冲击？那个股市突然下来，又突然没有战争又慢慢上去，又一个战争消息又突然下来。为什么台湾的指数那么的敏感，比其他地方都敏感？因为我们就是建立在能源等等上面嘛，对不对？我们引以为傲的就是科技业，这个是实话。但是建立在能源跟人才，甚至要有好的社会秩序，才会有这个科技业的精密城堡。如果底层我们的 base not available 不稳定，怎么办？外部的冲击一来，那裂缝就出来了。裂缝而且会被特别的放大。以西结22章就是在讲这个是一个属灵原则外部的压力怎么样？它只会显示什么？我们内部有康吗？有没有漏洞？太平时代我们内部怎么搞没人知道。但是一有压力台湾的社会如果有破口、有裂缝，就直接撕裂，撕给你看啊！可能投降啊、统一啊，跟我们台湾是国家主义等等，是不是两派就开始了？所以以西结时代，神就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这个一直到现在都可以用。神的百姓不能够问敌人在哪里，你要先问你自己，破口在哪里？破口在哪里？而且重点了，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真的承认它？所以神使出了4个致命的破口，这4个破口就算放到台湾社会，今天也依然存在。第一个破口是什么？就是你的领袖是不是失去了真理，只剩安慰人的话？神首先责备的是什么？先责备先知，责备属灵领袖。经文写什么？先知同谋，像咆哮的狮子，又像是为泡透灰来抹那个墙所以主耶和他们最喜欢讲什么？先知最喜欢讲这些东西上帝讲的啊，上帝讲没问题啊，我埃及外口的人没来啊，巴比伦没剩什么啊。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这是先知在讲的。弟兄姐妹，这里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宗教语言？有吗？有宗教语言，但是宗教语言被什么？被合理化，被什么滥用了？什么是滥用？先知是这个时代的守护者，他应该什么？站出来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真防备，外面的敌人要来了，你要抵挡，你都不抵挡了，还只要求别人，别人不帮你，或者是别人来得太慢，怎么办？台湾有没有这个危险？我们想一下，台湾有没有？结果先知做什么？他们不揭露你要悔改，你要团结，你要有统一的心智，他没有，他不揭露罪耶，他帮人合理化你们的罪耶，他不吹哨角警告百姓大难临头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准备，就惨了很讽刺他负责什么？让人觉得平安，你觉得这样好吗？平安平安其实没平安，这个我们都很常听到的一句警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先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他的宗教语言被滥用了。不一定是他的话有明显的错误，有时候假先知就把危机包装成祝福，把破口包装成进步，把沉沦包装成就是和平嘛，一切都很和平啊，没问题。他们会用未泡透的灰去抹那个什么即将倒塌、已经不稳的城墙。到了战时还在偷工减料，这个好吗？你平时的话不会发现战争要来了，
可能一场暴雨，城墙就松动了，投石机一打，墙就倒了，对不对？修饰了，里面都是裂痕，根本无法承受任何风雨的考验。这对台湾是不是很深的体验？我们台湾是不是很常听到一些很漂亮的语言哦？什么韧性啊、转型啊、永续啊、创新啊、国际能见度、科技岛、民主防线，这些词哦，本身没唔对啦，但是有甚至我可以说最重要的嘛。但是如果这些语言你都只有停在口号上，是好的吗？是好的吗？你不愿诚实面对，我有没有少子化危机？有吗？你有没有青年焦虑？有吗？你有没有能源风险？现在才刚发生吗？你住房有没有压力？哦，这个存在大概差不多10年，这10年来一直被讨论住房压力。你的产业是不是过度集中？我相信没人否认。你的社会有没有撕裂？有吗？对岸有没有武力威胁？有，全部都有。这有没有可能变成另外一种现在未泡透的灰？那是你只要讲啊，卖欢乐，卖欢乐，不用担心啊，不用防备，不用军购，台湾就重要，台湾很安全的，台湾有竞争力，这是不是空话？这是空的话嘛，对不？但是你不愿意问下一代，你是否真的看得到未来？你不愿意做你自己的防备，自己的准备，这个是什么？粉饰太平。今天教会嘛是同款啊，你只会晓讲哦，好听的话哦，安慰的话，但不敢呼唤悔改，这个就不是守望哦。这个是什么？你只会在讲台上，如果你只会在讲台上讨好人，说啊，大家都做好哎，你不敢指出这个时代有破口，人心有破口，那我们也变成了未泡透的灰。所以真正的安慰应该是什么？你不可以让人忽视、忘记破口。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在上帝光内底，你要承认自己有罪，你要承认咱的社会有破口，有破口。你要相信神能够呼召人起来补这个口。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破口是什么？祭司跟着也失去了分辨力，使得圣俗混乱。圣俗混乱这个问题近来在台湾的教会界开始出现，而且很严重。经文写到什么？祭司强解神的律法，亵渎那个圣物，不分圣的，不分俗的。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就是你圣俗要分。它不使人分辨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认为一切都好。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看到这样子的危机了？部分的自由神学的思潮已经侵蚀到教会界。教会不把圣经当成唯一的权威，当成唯一的启示当成我们可以自由的重新诠释，甚至引外面的来说人类的宗教经验都很重要，不是只有圣经。变成这样子很多都已经走学术界，走到把学术放到信仰前面了。甚至弟兄姐妹，我也坦诚的说神学院的时候也有老师是这样的有老师质疑耶稣一定是通往永生唯一的道路吗？我听了真的是很傻眼在大礼拜堂这样讲。自由神学的内容已经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不是将耶稣当成信仰，而是以学术来研究耶稣，甚至推论我们到最后既然都是爱，那你只要有爱有良善，你不需要强调悔改、十字架跟救恩。也许你的学术非常的厉害，你可以推到很广阔的境界，但是这种更广阔、更包容、更温和，好像是好的，但是它的本质严重的削弱了我们福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核心就是耶稣啊！你推广到一切有爱就好，
不需要耶稣，这真的已经超过了，而变成纯学术的探讨。所以你的神学如果为了迎合这个世界，不是顺服神的真理、神的启示，教会失去了分辨力。大家拢做好的，拢好，都好。我们应该守护真理的人，我们主动去模糊了真理。本来指出罪与悔改的人，反而让人觉得一切皆可行，一切都可以。这个就是以西结书上大上严重的问题。祭司不再分圣俗，也不再教导百姓真理跟洁净。旧约时代，祭司不是只有献祭他还要负责什么？传递法律，传递律法给百姓，守护律法为核心的秩序。所以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帮助百姓分辨嘛，什么是属于神的，什么是违背神的命令，什么可以带来生命，可以带来繁荣，什么是带来朽坏。当祭司自己失去了分辨的能力，会怎么样？我就是迎合这个时代，时代在更新，所以说我们圣经没法更新，那我们就引外面的来用，就变成这样子了。整个社会就陷入了混乱对的嘛，工作对的错的说成对的，把俗的说成圣的，把流行说成新的真理。所以教会有一个极重要的属灵功课，不是所有看起来良善的言语都一定合上帝的心意，不是所有看起来进步的价值觉醒文化，这所谓的觉醒进步的价值一定会通往生命。上帝百姓不当用什么社会潮流来判断是非。我们不能用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好就好来决定真理，是真理决定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来决定哪一些才是真理。如果教会失去了分辨，最后剩下什么？温和的宗教外壳嘛，我们已经没有真理的重量了。台湾的现实是不是就这样？我们常常被各种口号带着走，谈到能源、少子化、青年困境、弱势照顾，彼此就对立了嘛，立场就出来了。我们真正要分辨的，不是这个听起来顺不顺的，是不是善良的，我们是要问他是否承担代价，他是否医治人，他是否保护下一代，像是底下的年轻人们。所以我们要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什么是没有经分辨的口号？什么是真实的照护弱势？什么只是增加社会制度的负担，但是对于医治人根本没有帮助？弟兄姐妹，属灵的成熟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新的事物，而是什么？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当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开始模糊跟错乱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更清晰的属灵视野。这个属灵视野不是为了跟世界吵架而是为了什么？我们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要持守真理。第三个破口是什么？掌权者追逐利益，这些官长们追逐利益，根本没有在保护百姓啊！这就是第三个破口，社会的治理跟掌权者的问题。经文写到什么？你去看27节，官长在其中像是狼抓猎那些他的猎物，杀人流血，伤人性命，取得不义之财。圣经中领袖们被期待要做什么？我需要像牧羊人一样管理照顾百姓。权柄是为了高举自己吗？不是，是为了承担责任，保护弱小，维护公义，守护这个国家。但是如果我们的掌权者颠倒过来怎么办？你要想一下，以西结这里讲到的掌权者是什么样的掌权者？他是牧人吗？不是，他自己就是狼了。他不是喂养羊群，而是撕裂羊群。他不是用权力去保护人，是用权力去夺取他要得的利益。
一个国家最悲哀的地方，就是权力不再用承担，而是用掠夺的方式。这样的破口不只存在政府也存在什么？很多的企业啊、媒体啊、教育啊、家庭，甚至教会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有位置、有资源、有影响力的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想看看我们要在神面前严肃的问自己：我是在修补破口，还是在利用破口？我是在保护人，还是在消耗别人？我承担代价，还是我在转移代价给别人？连接到台湾的现实，这个就是很深的提醒。咱看到这么厝价偌济，你嘛知影？我们看到房价高涨，好不容易赖上起来之后，它是真的严格打房，所以说才开始有了一波的就是房价开始回稳。可是已经涨起来了，就很难动了嘛，对不对？青年是不是薪水还是低的？的确，青年薪水跟我们的40岁以上的那个薪资差距还是极大。产业是不是非常高度的集中？也因此，我们很怕能源危机。如果中共把你围起来，能源进不来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世代之间的负担是不是日益的沉重？这些都不是经济或政策的问题，而是什么？考验掌权者、既得利益者，他们有没有恢复牧人的心？如果一个社会让年轻人承担这么高的房价，让下一代才来处理能源危机，甚至财政的缺口，却又要求他们现在一出社会就要开始努力啊！你们就是没有像我们那么会忍耐，这样子好吗？这个不是单纯的发展的代价，而是可能成为2个世代之间的破口。所以以西结书他也在责备现在的台湾，我们是在为下一代预备道路。像这些年轻人，我们是为他们预备道路，还是怎么样？我只顾自己好，所以说要靠发钱啊，靠各种方式，而不去做基础建设。我不愿意帮别人了，我只要我自己的位置，不愿意帮百姓承担代价，那么权力就从牧羊人的杖变成了什么？狼的爪。最后一个破口，就是连百姓也沉沦了，参与不义。百姓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所以当我们以为神只会责备高个子的人、上位者的时候，先知的话锋一转，他指出了最后一个破口，这个是神最后决定转头放弃以色列的最大破口。经文写到什么？国内的众民一味的欺压啦，他惯行抢夺，辜负送凶的人啊，辜负那些寄居者的人。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神不是只有责备先知、祭司跟长官们他也责备国内众民。换句话说，社会的败坏不是只有上位者、少数领袖造成，可能是我们全体集体性的默许、习惯，甚至打不过就加入，我也变成这样的人就好。有的人就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有可能整个社会变这样啊。百姓他不是站在权力的高位，可是他习惯什么？日常生活中欺压比他更弱小的人，习惯去占人便宜，习惯辜负那些困苦送凶的孤儿寡妇，甚至欺压那些没有保护或者是很难发出声音的附庸的那些寄居者。这个是社会更需要温柔指出的事实。我们希望有好的政府，我们不愿意让这个社会付出好的代价。我们大声疾呼，希望有改革，但是你绝对每当党外领域吧，绝对不能动我的利益甚至我要有更多利益。我们希望社会有公义但是那些困难的代志别人来做别人来做就好了啦，别人来牺牲。我们希望年轻的下一代有未来，但是我们不愿意松开我们的手，
因为我们的手上的钱财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希望得的更多，不希望给予。连到台湾的现实是不是这样？这段经文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抱怨什么啊？厝给伤悬呢？我们每一个人谁不希望把房子当成永远在涨不会跌的资产？我坦诚讲了，一定希望了。我自己如果说我不希望，那是谎言。但是下一代怎么办？我们抱怨低薪哦，好，但是我们可能已经取得一定的薪资地位。就算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很喜欢哦，货比无数家，不是3家，货比无数家，上俗的上好，最便宜的最好。我们要求最低价格，但是我们要求别人哦，你要做到上满，做到最满、最好、最多，懂我的意思吧？我们不会问背后的劳动者哦有没有被公平的对待。当我们谈到照顾弱势的时候，其实很多弱势是我们有看没有到。比方说移工，现在很常见的外送员的问题，被欺负的问题，我们看到租屋青年。我们看到长照家庭，我们看到很多的现在公务人员大量流失，那些基层公务人员背的重担呢？我们看到那些服务人员哦，社会服务者他们背的重担，这些问题是不是只有属于他们？不是，这些问题跟我们的生活全部连在一起。弟兄姐妹，台湾的破口不是别人，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每个人我们都你不好你这不搞，如果我们都这样，我们都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我无能为力，那最后就变成什么事情都没有人做，没人负责的悲剧了。我们不能够在不义的结构当中当个袖手旁观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不是从这些破口中尽量取得方便、利益、安全感。真正愿意站在破口的人，首先我们就不要卸责给别人了，我们是愿意让神的光照到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当这4个破口已经扩大到没有办法去掩饰的时候，经文来到了最关键的核心，也就是神的叹息。神再次重申，我们在他们中找一个人，我在他们中找一个人，但是我找不到。我希望他修建城墙，我希望他堵住破口，使这个国不灭绝，但是连一个都找不到。这是神的叹息。神说什么？我在找一人。这句话很沉重，但是我仍然要感谢主。这句话还有盼望。沉重的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神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有盼望的是，直到今天，神仍在寻找。弟兄姐妹，在旧约中，站在破口绝对不是只会做道德评论，而是你真的要像守城的人，从自身做起。你要像带球的人，你要像修墙的人，你要站在危险会受到冲击的地方，为百姓向神呼求，也为百姓承担责任。请注意神的确没有说我要找一个 Superman， 我要找一个超人。神也没有说我要找一个完美无缺、没有缺点的人，无瑕、没有软弱的人才可以来站在破口。神找的是什么？从修墙开始，对不对？第一个愿意修墙的人，一个愿意站在破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最常有什么想法？哎呀，天塌下来了，有高个子顶啊，不关我的事。自扫门前雪，意思是问题出问题越大问题越好，反正有高个子顶，有更有能力、更有位置更有资源的人来承担。但是神寻找的是什么？愿意把这句话翻转过来的人。神寻找的是什么？天塌下来了，我来当高个子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而是因为我愿意为了神，我愿意承担。连到今天，这个就是非常迫切的提醒。我们面对的议题很多有没有少子化？
非常的严重。有没有青年的焦虑？有。有没有能源的风险？有。有没有住房的压力？有。社会有没有被撕裂？国家安全有没有被挑战？有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容易想说，哎，这是政府的代志哈，这是政府的事，这是企业的代志哦。但是下一代人要面对的不是我们，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的责任。哎，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等别人当高个子，那这个破口谁要站上去？没人站上去嘛。神寻找的不是最有权威权力的人，他是愿意在自己的家庭、职场、教会、城市就开始有承担力的人。所以什么是站在破口？这里有3个很深的属灵含义，叫做看见、承认、愿意。什么是看见？你要看见破口，你不要逃避，你不要假装问题都没存在啦。我们不要粉饰太平。第二个是你要承认破口，包含这些破口都是我自己的责任啊。我们不要再把矛头都指向别人，而是承认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共业之中，我们是共同体。最后，你要愿意在神面前悔改，也愿意站起来，在别人面前承担。站在破口从来不是网络上批评东批评西，批评这个时代，抱怨今日社会。站在破口，你需要把你的生命，你的真实的生命放进去，神修复这个时代的工程的一部分。真正的信仰不是我坐在家讲等别人去搭这打不是不是等别人去扛，是神在呼召你的时候，你要说主，我愿意，我愿意站上去。以西结书22章最令人震撼的地方，不是神列举了1、2、3、4、5、6、7耶路撒冷的罪，而是神在审判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仍然在找耶，他仍然在大军压境的时候找一个愿意站起来承担，而不是投降或者是怎么样的人呢？22章30节的经文真的出现了2个非常重要的画面。第一个，重修城墙。古代的城市最重要的保护就是城墙，城墙代表了 boundary 界限，代表了秩序，代表了安全与保护。城墙倒了，敌人就进来了；城墙破了，整个城市就在危险之中。属灵上不就这样吗？一个家庭失去了真理的界限，破口就出现；一个教会失去了敬畏神的心，破口就出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公义与诚实，破口一定会诞生。很多的时候，破口不是突然才形成的，是我们长期的忽略了这些小细节，我们小裂缝都没处理嘛，才慢慢的变成破口，最后就崩了，整个城墙就崩塌了。第二个画面，到底有没有人愿意站在破口去堵？这的确是危险的位置。古代的战场，敌军最容易进攻的就是城墙崩塌的地方。谁愿意站出来？甚至哪一群人愿意手拉手站出来？他要担任的是防守的工作。神要找的人，不是只会看到问题的人，而是愿意我自己也把我自己放进去这个修复的动作。换句话说，神不是在找我看得到问题所在的人，他是在找被打的人，我愿意承担的人。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不缺评论人。这个电视名，大家不是很常看电视名嘴吗？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就算你只是看到或者是听到了，你愿不愿意站起来、站出来？我们的确可以分析政经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世代问题，我们也容易指出别人的错，我们也容易对这个世界失望。但以西结书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上帝在吹不是上高什么批评的人是愿意什么跪下来求站起来报的人。因为真正属神的人是什么？不是指出黑暗在哪里，他愿意成为堵住黑暗的那一盏灯，那一个烛光。
随着信息接入尾声哦，我想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的心，诚实的来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的家庭有没有破口？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破口？我们的城市，你想想看有没有破口？我们的国家有没有破口？还有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破口？我们要想一下，如果这段经文放回到今天来看看，台湾有没有破口？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科技，看到了 AI 半导体产业跟出口带来的极亮眼的成绩，国际媒体大概这1-2年来把台湾描述成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核心。股市不久前才3万点，才半当呢，半年后已经到4万多点了，让人惊哎！全世界 Top 1了，现在已经是世界第5大经济体了，第5大经济体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越来越明显的警讯，越来越明显的警讯是什么？我们少子化的恶化程度的速度，刚好也是世界第1啊。我们的出生率人口不断的下降，我们的青年薪资成长极为有限，但是房价越来越高。就算是有赖赏，它止住了房价，可是要跌也难。我们的能源结构充满了压力，我们的供电稳定，真的吗？我们是不是有长期的电源焦虑？我们的能源高度集中所以整体的经济抗压风险就取决于有没有办法取得那个能源。国际跟地缘政治的压力，让我们的社会长期处于不安，甚至分成2派，对不对？好，当一个社会我们只看得到自己成功的故事，就好像是你健康指数你练的肌肉特别强壮，但是你有没有看健康检查那个红字的部分？那份自信变成了我拒绝这个诊断书。我们只知道健康检查要看什么？我们知道健康检查看的当然是你的红字，而不是你其他50项都是绿的、蓝的，就是1项红的。那1项红的就是破口啊！我们要看的就是你的红字。以西结的时代就是这个问题。当时耶路撒冷人不是完全不知道问题的所在。请问那时候的人在做什么？他们照常的歌舞升平啊，该主日该去敬拜就去敬拜啊，该生活就生活，维持正常的宗教习惯、生活习惯大军已经崛起，甚至逼近了，他们没有做任何的抵抗，连墙都不修补。他们不愿意面对真正的罪跟败坏，整个国家表面上是很顺啊，里头开始朽坏。所以神最终问的不是问题出在哪里，神问的是什么？谁愿意站起来？弟兄姐妹，到今天神仍在找他不是在找一个完美的人不是在找最有 power 最有能力的人，也不是找最有影响力的人。以西结他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做的不是问破口在哪里，而是你愿不愿意站在破口之中？谁愿意站在破口之中？如果我们听到神失望的叹息，我却找不到一个，这句话很沉重，对不对？神竟然找不到，但这句话也是恩典，因为神仍愿意寻找。神寻找的不是最会批评台湾的人，也不是最会忧虑未来的人，而是我自己就愿意，我不只忧虑，我愿意站出来，我愿意在我的小小的岗位上忠心持守。我们当然没办法一个人改变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修补我们的家庭啊。我们不能改变整个世代，但是我们可以守住我们自己跟周遭人的信仰啊。也许我们没办法堵住你看得到的所有的破口，但是我们可以在神呼召我们的地方，成为那个愿意承担的人。只要有人愿意站在破口之中，审判就不会只是最后一句叹息。神仍在找寻这个愿意站出来的人，那个人会不会是你？会不会是我？让我们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的光照，也需要你的怜悯。主啊，你看见我们的家庭，你看见我们的教会，你也看见我们居住在这块土地。台湾有许多值得感恩，我们有很多的恩典，我们有自由，我们有勤奋，我们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我们看到很多人默默在付出，在守护家园。但是主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块土地有很多的破口。我们有世代的焦虑，我们有家庭的破碎，很多的青年在茫然看不到未来。我们的社会彼此两派对立，彼此撕裂，有很多被忽视的人，有很多被压伤没有力气发声的人。主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只会批评，但是却忘了要站出来承担的心。主啊，我们可能只会忧伤，我们可能只会忧虑。主啊，恳请你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记得代祷。主啊，我们很容易看到问题，但是却不会让你的光也照到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与缺点。主啊，恳请你让我们不要只是学会听漂亮的话来当作没有缺口，也不再把责任推给别人。主啊，我们深爱这块土地，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主你将我们放在这块土地。求你教导我们用真理来爱，来守护台湾，用祷告来爱，来守护台湾，用诚实来面对台湾的破口。也求你用行动来修补我们彼此的裂痕，让我们不只盼望这块土地可以更好，也愿意成为你手中那个修补破口的人。主啊，求你兴起愿意站起来的人，在家庭中重建爱与饶恕，在教会中持守真理仁爱，在职场中活出诚信与公义，在社会中怜悯弱小，愿意承担责任。求你让我们从自身开始，愿意回答你的呼召。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你怜悯台湾，守护这块土地，使我们这个世代能够因你而多出了光，成为盐，直到别人都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三个来回应，圣诗519首，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照，为这个城市愿谦卑困求，愿主的话名，予阮骨肉地球。愿全灵天父上帝，你心顾降临，愿颂香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灵天父上帝，你旨意伫正，愿恩望甲喜乐，永远调阮心中。遮济，咱准备心来奉献。
言宣告。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消息报告。本主日犹原是感谢上恩传道来本会正道，用上帝的话启示加勉励咱，愿主赐予伊的福祉。台南中会第3小区伫今仔日2点要举办中一同工见证分享会，请报名参加的同工1点半伫个教会集合哦。小会长老甲修正兄的查某囝用芳倒来台湾咧待产哦，伫6月初4要断院，6月初8要剖腹产。囡仔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哦，愿上帝保守剖腹产顺利，大人囡仔拢平安。咱教会亲子音乐体验营时间是在7月初4的拜六下晡2点半到4点半哦。地点是伫咱东桥里的活动中心，内容是咱的非洲鼓的、搁乌克丽丽的教学，还有咱的手作多肉植物的手作哦。指导老师是桂英老师甲秀珍长老哦，对象是升小2到小6的学生小朋友。费用是一组200块，是大人囡仔安尼加起来200块哦。也是有厝内有囡仔朋友有囡仔的，拢欢迎来报名参加。伫6月13拜六9点，伫个大门教会要举办台湾中会妇女事工部要举办诗歌培灵会，每人的报名是100块哦，然后报名的期限是到6月7号。所以咱来读今仔日的本周的金句。我伫因中间找看有一人通来围墙，伫我的面前为着即个国徛伫破棚，互我无交，总是找无一个。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的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人。以西结书。感谢神。没有要补充报告。兄姐平安。咱今仔小组暂停，但是咱下底吼，咱楼骹有准备点心，所以咱做咧袂煞，咱做来分享吼。今仔真感谢上恩传道吼，我拄则足紧张是安怎？已经9点，我搁在外口敲电话。伊他这个现象，我嘛定有时要去别位，结果因为习惯性徛来教会嘛吼，讲，要教会，我毋是要来教会，要去别位哦。我想那是像这个状况哦。今仔日上恩互咱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吼，是非常咱的生活化吼。咱的生活当中，咱看见咱的破口吼，然后这个破口，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承担，愿意去承认呐？哈，我想做侪人无法度去承，有时候
没有办法去承认这个破口啊。第三是不是愿意悔改？然后第四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咱目前无目者，你是不是更愿意出来当一个高大人来承担？虽然无目者，但是你如果愿意承担，愿意起来做的话，像神袂伫遐定定咧吐大气啊。好，啊，咱下昼点半要去新化教会吼，迄个这个活动，请咱点半伫教会集合吼，点半伫教会集合。啊，最后咱真恭喜吼，咱的苏慧姐后个月佫有要嫁一个孙仔出现吼，啊，像咱继续为他祷告吼，囡仔大人拢平安吼，感谢主吼，好，来。煞遮咱来公道，请为着周报，也是你家己有啥物要祈祷的，要向上帝讲的，咱只是同心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上帝，求你保护、洁净阮，互阮伫你面前得怜悯，通明白你美好的安排。伫破口中仰望你，知别项事拢有你的时间表。你是赢过一切的，阮着安心来交托。拜列兄弟姊妹内心所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继续来吟圣诗，圣诗393首，请起立吟全首。恳求天父上帝，即是恁在，甲咱同在。愿三位一体上帝、圣神上帝、圣子上帝、圣父上帝，甲咱一同同在，甲规个民族、规个台湾的人拢同在，互咱愿意用圣神的心，伫遮诚做一个愿意徛出来的人，诚做愿意帮助人的人，诚做愿意付出的人。即是咱要散会，主啊，求你保守每一个人的脚步，愿你的阳光永远照伫阮的身躯顶，奉三位一体上帝名求，阿门。阿